Hello， 你好，我叫 Andrew。Andrew， 我想問下，有啲咩情況或者生活上咧，會令到你感覺到好無力啊，或者會有好大嘅壓力？要做啲即係自己未必係好擅長嘅嘢，但係又要做，即係嗰種嘅無力感都好大有時。因為你要不斷抑壓住自己嘅情緒，即係好多嘢可能唔係你如你心意，或者唔係你強項嘅，但係你又要做。咁你做嘅過程裏邊有好多嘢，亦都唔係你控制嘅，即係你唔係你咁想嘅。咁所以就令到自己都會積咗好多壓力喺度。當你積咗好多壓力嘅時候，你會有啲咩感覺嘅？其實壓力啊！好攰咯，成個人。如果返工啊，或者係我知道第二日要有工作在身啊，或者有啲嘢要處理咧，你會成個人都會好攰。即係本身即使起身啊，可能6點幾7點鐘起身出門口嗰陣時係好攰，成日都 keep 住個人好攰。但係如果放假，我做返自己興趣嗰啲咧，可能一早可能5、6點都會彈咗起身咁樣。但係成個人係好活躍啊，好興奮啊，好開心啊，好放鬆啊。所以我覺得個心態其實都反映到個壓力喺邊度。頭先聽你講，原來咧有一啲方法咧係可以令你即係從一個冇力嘅狀態變翻做一個有力嘅狀態。其實你會做啲咩會令自己有翻個力量？其實咧我就中意啲戶外活動多嘅，係啦。咁我自己可能會做幾樣嘢一齊啦，可能會揸下車啊，之後去釣魚啊。咁釣完魚之後，可能又去游下水咁樣，係啦。咁都係同戶外接觸。咁當刻咧，其實都會覺得好專注、好投入喺嗰個活動度啦。咁自己亦都覺得好減壓咯。即係釣魚為例啦，咁嗰刻你係即係如果釣魚，你除咗係即係釣魚啦，你唔係真係坐喺度嘅，其實可能你要周圍喐，要周圍行，要去揾魚。個過程裏邊，你又要可能要行山咧，要涉水啦，亦都好全程投入喺釣嘅過程啦。可能要掟啊，要揾魚啊。咁中咗魚之後咧，又有嗰種興奮感啊，咁啊要同佢搏鬥啊，即係唔知係咩魚，有種期待感啊。去到最後佢上到嚟啦，可能用咗20幾分鐘、半粒鐘咁上到嚟之後，你有種成就感喺度。咁即係嗰刻嚟講，就好似咩壓力都釋放晒咁樣，好似即係話俾自己聽，既然咁難嘅魚你都征服到、克服到，係啦，再大條1米幾長嘅魚你克服到，點解平時生活啲嘢算得係啲咩呢？除咗即係有一種自我嘅肯定之外，會唔會即係都會讓你喺個過程度可以釋放到一啲你平時抑壓咗嘅？都會啊，都會。即係可能自然嘅環境係好。我覺得啦，我個人覺得啦，無論係陽光又好，落雨又好，即係其實講真，落雨或者大風咧，我係好開心嘅。即係我同一般人唔同，有啲人話陰天佢唔開心，其實我係晴天、陰天、落大雨、黑雨、紅雨定打風我都係好開心。總之係喺個戶外嘅環境，係啦，喺個戶外嘅環境，我感受住啲風啊，啲雨撇喺我塊面啊，淋到全身濕晒啊，我覺得好開心，好有天人合一嗰種感覺，好 relaxing 我解釋唔到，即係聽住啲風聲雨聲，我都覺得好平靜咯，成個人好安然，有種天人合一嗰種感覺，我覺得係最 relaxing，好似翻去自己應該要去嘅地方咁樣咯。因為我覺得即係呢個純屬我自己覺得啦，嚇，或者可能部分男性咧，其實就未必係好完全真係100% tailor for 一個 office 嘅環境，喺長時間可能日日望住啲 mon 啊，去即係喺 office 嘅 setting 做嘢，可能我哋本身有種本能係其實想要多啲喐動啊，要去啲原始啲環境啊咁樣，咁就特別有 feel 咯。頭先你講啦，即係好似大自然就會讓你重新有翻個力量。係啊。呢種過程點樣幫你最後翻返去你嘅日常生活？咁完咗一日之後，咁多數都會即係成個人經歷咗好似坐過山車咁啦，有種首先要有準備嗰種興奮感啦，即係有個過程你可能好辛苦、好艱巨咁樣，要行好多山啊，游好多水啊，去好遠嘅地方啊，去到最後啦，你見到一個當去行山行，你見到個好靚嘅景，征服咗一個你最初未諗到嗰個高峰，釣多條你未釣到嗰個魚，即係有多嘢達成咗啊！咁之後亦都釋放咗好多壓力啦，有好多自我肯定啦，咁翻嚟就好似你個電池叉完電咁啦，最初冇電嘅擺喺度，之後佢就自然透過風力或者係太陽能咁啊，自己叉翻好電咁啊，可以再經歷1個星期嘅工作啊生活啊。